改变，我的心往快变迁，几代归了有几代，主最我也去所在。好，咱即马来唱34首。兄弟，几多的爱，你令我心因我无悲，可受尽了最最不在，你多主的细细黑黑。好，咱来唱第402首，402首。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给我大个保护，假使我的心痛必是正，找我搭你遵守你改变，互我伫幽暗中做工地。是美乐，这是我的心被珍宝。感谢赞美主。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从位置上站立起来，阿们。我们的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神，他的荣光要充满圣殿。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神荣耀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阿们。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主，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主，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
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你说话，命立就立，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你说话，命立就立，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举起我们的手，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圣洁荣耀，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神配得我们最大的掌声，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就在我们当中，你荣耀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我们敬拜你，我们敬畏你，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举起我们的手，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要成为我们的盼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主与我们同在。主的疼，要成做咱上大的快乐甲恩望。亲爱的兄弟姊妹，耶稣疼你，这时的敬拜，咱来享受主耶稣要将伊的疼放伫咱的生命中间。阿门。阿门。上帝疼痛啊的亚大，我喜是落予我，见我比你小可的人，予我甲伊君王，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真心我可会的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你到伊里，耶稣稳定那的热情，充满伫我心内，因为最信心经互伊，心的平安主宰。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真心我可会的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你到伊里，信心感动那的遐看，予我心在归死。亲受予伊，亲受感化，奇妙我心境地。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真心我可会的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你到伊里。信心三位一体，一心一观一大，尊贵应当永远无替，无路一命无算。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真心我可会的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你到伊里。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真心我可会的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你到伊里。来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这时我们享受你的疼，感谢你的疼，长阔高深。你嘛应允，要用永远的疼，疼阮到世间的落尾。因为你这么疼阮，所以你看阮每一个人做宝贝，看阮每一个人做尊贵。这时我要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头前，领受你最最的疼，充满伫阮的生命。用你的疼来温暖阮的心，用你的疼来医治阮身体的软弱，甲阮所受到的一切辜负。用你的疼赏赐阮，为着你来兴起对教会的热情甲热心。也愿你的疼，互阮的生命得到大大的改变，会当彼此相疼，荣耀你的圣名。这是阮衷心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咱搁一摆将荣耀的抱声献给咱的天父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与我们同在，他的爱运行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请坐下。一水画上耶和华的山，一水会徛伫以圣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妄虚假、咒詛无肯奸诡的人。这个人要得到耶和华赐福，搁对伊救伊的上帝得到义。刘兄弟，大家平安。三接咱来吟圣诗第20首，圣诗第20首。圣父上帝伫天顶，咱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大家咱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是你所定定的日子，互阮有份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也感谢你。伫过去这个礼拜，阮知阮日常、阮平常的生活中，有时会出现一帆风顺，嘛有时会拄着艰难。总是毋管安怎样，好的境遇、歹的境遇，有主你伫阮的心中，阮知阮会深信，阮会较赢过这试炼。总是会当得到着主你所为阮备办，阮所欠缺的，阮心就欢喜满足，因为伫你的话语，你有启示讲，独独用信心来求。只要阮有信心，无论阮求啥物，主你拢会为阮来备办、来成就。主啊，用求你来示落你和平的疼，求你用你纯洁的疼，甲你的智慧来引带，或者伫教会内底长老执事，阮拢会当知影主，你听阮。总是阮这时阵短时间，有可能阮的牧者无法度能好来伫主你的听内底，互阮有通好一个牧者来到阮的当中，总是无惊吓，因为阮迄个有主，你来做阮的热茶。主，阮感谢你，总是有侪事伫主你掌权，我无法度能够理解，嘛无法度能够去明白。但是阮相信主，你会做上好的安排。求主你来兴旺泸州教会，互泸州教会成做泸州这个地区的光甲盐。主，你来亲自教导阮这长老执事，以及你来热查阮所有的兄弟姊妹。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节，咱来看启应文，启应文第35篇箴言第4章，伫咱的新生诗后壁面1061页，显着我来刻，咱兄弟来印。我的囝儿着听老爸教示，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互恁，我嘛捌做老爸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得我的话。要追求智慧，追求聪明，嘛毋通袂记。
毋通放杀智慧，伊会保护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智慧会用花冠立伫你的头壳。我的囝着听，领受我的话。我有指示你的智慧的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三接咱圣歌伫要为咱献诗，所要献的诗是对主的人有幸福，对主的人有幸福。请。感谢圣歌队水搁好的诗歌献互咱的主。再接咱来看上帝的话。咱即是咱来坐念咱的新的诫命，咱请起立。来。
你着真心真性真意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敬出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着全依法的身体齐总均效。我用新的界面互你，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安尼请你，恁着安尼相听，恁着知，众人着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三节，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甲16节，第4章第7节甲16节，听到、显到，兄姐来看，我来读。所听兄弟啊，咱着相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既然听的是对上帝生，搁捌上帝；无听的毋捌上帝，因为上帝是听。上帝找伊独生的囝入世间，互咱对伊来活。上帝听对安尼显明伫咱第10节。毋是咱捌听上帝，是伊捌听咱，找伊的囝，为着咱的罪做挽回祭。听就是在伫即个所听兄弟啊，上帝若听咱到安尼，就咱也着相听。将来袂有人看见上帝，咱若相听。就上帝踮伫咱，也伊会听完全伫咱。伊已经用伊的神赏赐咱，咱对安尼知咱踮伫伊，也伊踮伫咱，要找伊的囝做世间的救主，咱捌看见也做见证。既然认耶稣做上帝的囝的，就上帝踮伫伊，伊也踮伫上帝。上帝所有听咱的，咱也知也信。以上。三节今仔非常欢喜，咱邀请到咱的歌牧师，也是咱5当前的大小会议长。哦，咱的歌牧师，伊今仔要为咱讨办的信息是听安怎写，听安怎写。咱将这时间交予咱的歌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恁看到我，敢有啥物改变？你嘛拢无改变吼。即个咱大家吼，伫即个世代咱拢真会晓保养咱的身躯。这是上帝看做好的，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吼，拢身体健康。伫遮我用一个主题。听安怎写？通过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到16节，拄则咱长老英正长老咧读这个经文，来甲大家思考，听安怎写？其实他拄咱咧看这个新约这个约翰一书这个经文的时，其实当你咧读咧看的时，你就会当知影吼，这到底咱的信仰咧讲的听是虾米款，是虾米货？所以有机会恁转去厝里会当去将这个圣经节伫你咧灵修的时，你家己去看一遍安尼会较深的印象所以伫遮我来分享这个听安怎写。
你讲听，大家拢会晓写吼，听台湾话听就会疼嘛吼，若华语的就是爱对无吼，安尼，咱定定生活的中间拢讲会讲我爱你啦，我疼你啦，有诶较新潮的就 I love you 啦吼，这英语人对无吼，拢是一句表达疼的话嘛吼，毋过吼，咱安怎伫写疼即字啦？这个安怎写吼？迄毋是表面的写哦，也就是讲吼，咱安怎定义疼即字啦？搁进一步来讲吼，咱安怎伫实践疼即字？所以吼咱爱安怎写疼即字？就是爱伫咱的生活的中间，人甲人的关系的中间。来实践，来写，来。现实的人生吼，有真侪人将疼写毋对去写毋对。譬如讲吼，咱生活的中间有足侪青少年、儿童，虽然拢捌对父母来得到因的养饲，也是互因的物件真侪。也是吼，每一档拢会做生日对无吼，互因生日礼物。毋过有可能吼，因无得到的一项物件，就是疼的礼物啦，有可能啦吼。这就是吼，搁有一项就是讲，有真侪家庭吼，其实拢捌经历过家庭的暴力啦。咱教会兄弟姊妹的家庭。应该真少，但是伫社会，其实照我所知，有足侪人拢经历过家庭的暴力。毋过，这个虚薄的人呢，无论是先生还是太太呢，因一开始结婚的时的誓约，嘛是讲我会疼你一世人，甲头壳头毛白安尼对无吼，拢会誓约是安那会阁发生家庭的暴力呢？所以嘛是将疼写毋对伊啦，伊拢写毋对当然咱若倒转来，咱教会的团契的中间，咱嘛是爱足斟酌。咱来去想讲，咱有将疼写毋对去无啦？伫教会的中间嘛是爱去斟酌有真侪时阵。咱嘛是甲写毋对伊，所以咱爱特别兄弟姊妹你爱想讲，你安怎，咱本身安怎咧写疼即字，咱就爱来想所以英文的疼叫做 love 嘛love 真侪人少年人的 T 恤拢会去写即个 love 渐渐。即摆人拢知影这写真简单，毋过呢，要做却无简单。所以有人就将即个 love 这4个英文的字母我伫咧网络的中间有去找到伊就甲延伸较深的意义啦。就有人甲延伸即个英文的疼 love LOVE 嘛因就甲延伸的L L 就是啥呢？因讲 L 就是 listen 是啥？就是听啦，听我这嘛真有意思呢定定这人甲人的关系翁某的中间你敢有咧听太太，还是太太有咧听先生讲话无安尼啦就 listen 再来。O 就是 overlook， 就是忽略，就是去忽略忽略啥？忽略迄对方的一个缺点，这就是安尼啦V 就是 voice 就是声音啦，所以迄听要讲话的声音嘛是爱足斟酌就对啦，袂使温柔啦。这家庭的中间拢大细声对无？
哦，啊，过来吼，E 就是 effort 就是努力，努力安尼吼。啊，所以吼，即个伊讲吼，意思讲即个过程吼，即个听的过程，拢爱继续努力，这是爱持续的吼。啊，实在讲吼，这网络我看伊安尼写，这写了嘛足好呢，足好的题册呢吼。毋过咱毋通袂记真吼，咱是基督徒啊，咱是教会生活对无吼？安尼咱的信仰安那咧看听即字啦，对无？咱嘛爱倒转来咱的信仰，基督的听，其实就是一个上好的典范哦。对信仰来看呢，听就是安那，听就是爱充分的信任，佮愿意接受冒险，伫关系的中间愿意分享，佮会守听的契约到一世人的意思啦。来，我佮讲一解哦。这是咱信仰吼，安那定义吼？对信仰来看吼，听就是爱充分的信任，佮愿意接受冒险，伫关系的中间，佮愿意分享，佮会守这个听的契约，到一世人的意思啦吼。这就是咱信仰对听的定义啦吼。所以第一项，咱先来讲，听有三个元素。一个就是信任，一个就是关系，一个就是永远的约迄个委身啊 ，commitment 委身吼。咱先来讲信任第一项，真实的听，袂当无信任。啊，当然信任呢，嘛包含一款的冒险，就是爱对你相关的人。来分享你的生活、你的思想、你的目标、甲梦想。所以听并毋是爱父母用锁甲囡仔绑条条安尼吼，足惊讲囡仔四界走，无就乌白做决定安尼，对无吼？咱家庭的中间拢会安尼，听毋是安尼，听嘛毋是。互一个丈夫还是太太呢，互相伫遐疑神疑鬼，伫质问先生啊太太讲：你今仔日去倒位？你嫌怎讲话？安尼，嘛毋是安尼啦吼。其实吼，即个怀疑啦，还是讲嫉妒的存在，都是无信任甲冒险的空间啦，对无？咱说这第一项信任嘛吼，所以使徒保罗就讲，听是完全的相信。13章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讲安尼的意思，并毋是讲听是痴迷的，是注定好骗的，实在是讲听爱有完全的信任的态度。你要有一个完全信任的态度，这是第一项信任元素。再来，关系的相通，听需要有密切实质的关系关联性，彼此愿意分享。有一寡翁某虽然有律法的婚姻的关系啦，名分上婚姻的关系，毋过双方面的生活，哪亲像独身啊？翁甲某拢在做家己兴趣的代志，拢家己咧生活，中间无关系，无干涉，无委身嘛，无分享。这款的家庭常常会受到因的伫个感情甲心灵拢互相咧折磨。表面上看起来完美的婚姻，实在是死去的家庭的生活。这举例来讲我的朋友的中间有人在讲我的朋友讲伊一个同学，伊安尼做警察安尼偌好的安尼，收入拢足稳定的，公家机关做警察足好的，你也顺顺做，迄收入袂歹。伊讲毋过
奇怪呢，伊最近讲安尼吼，足落魄的讲，因某吼，讲去跋筊，甲伊的趁的钱拢甲输了了啦吼。我就开始害啊，本正足好过安尼啦吼，就安尼就互相就袂好势，就闹要离婚安尼就对啦吼。冤家相拍安尼。我就想讲吼，这甲这讲的吼，关系相同共款，就是讲吼，咱拢想讲生活若过会好吼，翁某无论送趁钱就好对无吼？毋过毋是安尼，因为吼，做警察拢伫警察局，有当时吼，含太太吼，无一定定定带做伙，这吼，就是讲因关系相通，就足少。特别迄做军人的嘛是安尼对无？含太太，太太足自由的，拢会当四界佚佗吼。毋过吼，迄一句吼，拢会出代志，会出代志。真正呢吼，关系相通，爱足注意。再来有一个元素，就是 commitment， 英语 commitment， 就是卫生啊，卫生吼，听实在是一款永久的契约甲献身啊！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3章，咱上知影爱的真谛7节，伊讲：忍耐是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毋忘，凡事吞忍。忍耐永远袂无去。伊拢爱是永不止息啦吼。所以听的性质是一款永远的约定，一款的坚持，不断互相调整的一个关系就对啦。实在听伫咱的人生的最关系中间，拢爱安尼来实践。咱人生种种的关系，无论是讲翁某、爸母甲囝儿、头家新奴，是咱的教会中间牧师甲同工、同工甲会友、会友甲会友的中间，拢着安尼来实践啦。所以伫关系的内面，听毋是痴迷的感情，伊是一款有头脑、有意志的行动，是出自永远的约的决定啦。这叫做 commitment， 这就是永远的契约啦。安尼，我这三个元素，第一项甲咱分享：信任、关系相通，甲卫生嘛，对无？第二项，咱用上明显圣经的例来证明这点。圣经的例，就是路加福音书15章，咱常识的老爸甲两个囝的故事，就是咱讲放荡囝的故事。路加15章，互咱一款听足完整的图像。经文讲，细汉囝甲伊的老爸，有一日去甲伊的老爸讲，将我应该得的产业，互我安尼吼。伊准备要行伊家己人生的路就对啦。圣经内面讲有讲老爸讲啥物话无？敢若拢无吼。老爸无讲第二句话，老爸嘛无伫遐嗷念，老爸嘛无甲伊骂，无甲拍。实在老爸真疼伊的囝。过去老爸也足尽本分，甲伊养饲，互伊大汉。现在伊阁愿意互伊离开厝，去远远的所在，伫遐冒险。当然圣经有讲，即个囝离开了足凄惨。这故事咱拢知。但是圣经讲讲即个老爸，互囝离开了，无放弃即个囝。每一日拢伫咧门徛边裊看安尼，这台湾人讲了足水裊看安尼啦对最后放荡囝倒转来，倒转来。这个时阵老爸真正得到一个上好的结果，就是甲伊的囝有一个定心
搁较深入的疼，对无？哦，这经过考验嘛，对无？老爸对囝的疼，伫遮咧讲就是讲，是一款永远的约定甲献身啊。哦，对啊，哦，最后当伊的囝倒转来，伊看到囝的时候，圣经有讲，伊有讲啥物话无？你去找拢无。伊无讲哦，老爸无讲。哦，死囡仔，我著甲你讲啊，你毋相信，你搁敢转来？哦，伊无讲即款家口说的话，伊只有讲吼，伊嘛无讲咧，伊过甲揽咧，对无？看到就走过甲揽咧。OK， 著甲伊揽伫胸前了后，哦，著安尼哦，办桌请伊安尼吼，无搁分开。哦，这就是吼，咱圣经内面。咧讲的疼的图像哦，吼，啊，你较印证第一项咧讲的迄疼的三个元素，啊，最后来分享疼，伫咱经文安尼的启示是啥物吼？关系疼即字要安怎写？安怎定义？只有会当对咱的天父上帝遐得到启示啦。咱一定爱对咱所信仰的天父上帝。来认捌真实的疼，安尼，哦，你世间的疼，拢有个有限，吼。约翰，约翰，使徒约翰伊讲吼，今仔日的经文4章7节讲，所疼的兄弟啊，其实吼，即卖日本拢会甲讲兄弟姊妹啊，吼，这古早吼拢有迄性别歧视啊，吼，兄弟姊妹啊所疼的，咱就相疼，因为疼是对上帝来。上帝找伊的独生囝入世间，互咱对伊来活。哦，所以当咱若离开甲上帝的关系，就无法度认捌疼。为虾米？伫创造世间的开始，上帝就表明伊对世间的疼，因为迄时吼，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也是人类了后，伊就对人来呼召讲来，恁来治理世界，对吧？有无吼？上帝就呼人来治理世界嘛，对无？这就是一款的冒险，对无？哦，啊，竟然大胆甲上帝讲，啊，你人来管理。哦，再来，约翰一福音第1章14节里讲，道成肉体。道成肉体就是耶稣基督的意思，徛起伫咱的中间，有稳定甲真理满满。伫遮咧讲啥？也就是讲吼，上帝伫基督的内面来参与关联伫咱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哦，上帝参与关联伫咱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所以耶稣经历过试探。苦难、欢喜的事，甲死亡，上帝愿意甲咱分享，承担这的一切，为着要互咱得到真正的活命。这就是疼吼。所以罗马书5章8节讲，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基督替咱死。所以十字架。都是在示范上深的疼，会永远的契约，迄款的为献身，迄就是咱咧讲的 commitment， 就是十字架。哦，所以现在耶稣基督嘛疼咱教会的兄弟姊妹，伊也将这个甲上帝和好，上帝疼世间人这款。福音的事工嘛交托咱，咱的上帝，咱的主耶稣，伊实在是冒险要来得到世界的救赎。咱兄弟姊妹其实已经得到这个救赎。但这个救赎的工作，甲人讲上帝是疼的工作，现在要在进行，通过咱罗州教会在座各位安尼吼。咱伫遮就诚做更加严安尼，得做。所以结尾来讲吼，疼
要安怎写？天父上帝甲咱讲，要用信任、关系相通，以及为着听的契约献身来写这字听。保罗写批互以弗所教会基督徒的批，以为因祈祷，望因会当较深入来认捌基督的听，佫会当定睛伫即个听。咧保罗嘛是咧讲即款听的要紧。伊祈祷，为因祈祷，以弗所3章17节讲，互基督通过恁的信心来徛起伫恁的心，互恁会当定睛下地基伫基督的仁爱。这保罗伊为因遮的初代教会的信徒安尼祈祷。所以兄弟姊妹，伫遮你有看到保罗用一款相对上帝为着听世间人来冒险的行动的神学来讲，一款咱人应该对上帝信仰安怎回应的神学度。伫遮伊咧甲咱讲，咱人就应该安怎回应，就是讲咱人的听拢是有限的，除非你认捌基督的听，就是天父上帝的听。佮知影咱本身是有限的人，无够额，所以咱的确得要接受基督为咱的罪来死，这才是咱信仰的基础。然后咱才会当进入真正信仰的旅程，就是咱爱为着咱相信的基督甲信仰来冒险。咱的信仰就是为着基督。为着咱所相信的，伫世间的冒险，咱来献身伫即个永远的约，就是听的约，佮爱随时甲天父上帝有关系的相通，日常生活咱甲上帝的祈祷在不断安尼才是真正认捌天父上帝的听，也才有法度伫咱的生活中间来写出这个听，所以这是通过今仔日这个约翰一书4章7节到16节，伊的经文伊咧讲的，就是安尼，这就是保罗嘛是足要紧的神学，伫遮用安尼甲咱三角分享，咱转去灵修的中间。咱会当佮详细来读约翰一书4章7节到16节，你就会当有你家己佮较深的领受。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真欢喜知影，天父你听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甚至你为着要互阮有自由的意志，愿意冒险来信任阮。佮愿意用冒险，愿意冒险用你的独生囝基督的一生，佮伊的死，来显明天父你的听，来救赎阮人生，来救赎阮人生的弱点佮罪性。为着这，阮要感谢你，今早起，愿你佮一摆帮助阮。互阮兄弟姊妹通过你的话，佮较有气力去听阮厝邻的人，听阮的子女、阮的爸母，互阮学会晓用信任、用关系的相通分享，用献身伫听的契约来听阮的家庭、听阮的教会。愿你佮一摆操练阮。这款听的功课，阮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郭牧师为咱所透放的信息，听要安怎写，等于大家家己写看卖。再接咱来吟回应诗第34首。新生诗第34首。
天父上帝至大仁爱，咱请起立吟全首。请坐。接着，咱来奉献，请书献的同工出来。请起立吟奉献的诗。所接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约翰一书4章7到8节，7到8节，咱用台语来读2摆。来，小兄弟啊，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既若听的是对上帝生，搁捌上帝，无听的毋捌上帝，因为上帝是听。听兄弟啊，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既若听的是对上帝生，搁捌上帝，无听的人毋捌上帝，
因为上帝是听。7到8节。今仔毋知有新来的朋友无？好，咱呢，首先我来做教会消息的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教会邀请柯以正牧师来正道，咱感谢郭牧师美好的信息的分享甲勉励，我直接代表教会来咱郭牧师，所以多谢。第二，咱请各团契单位伫个9月29日进前会当完成明年度咱的动工的选举，并将新选出来的名单来交予办公室，予咱的干事来回整。第三，本会信得奖学金的申请，予咱对9月7日甲9月29日杂志。如果你若对这方面无了解，咱请你咱干事，咱办公室干事来甲询问。第四，这有办第3期的招生，伫个每礼拜六的下午4点到5点30分。如果咱厝内还是你家己本身若有兴趣的兄弟，咱请咱的洪仪弟兄来报名。第五，咱每礼拜三暗时8点读经祈祷会，咱邀请咱兄弟，如果你若有时间，尽量会当出席。那目前8月份、9月份甲10月份，由咱的长老来轮流主礼。第六，贵家报告，咱请咱兄弟大家过目。赏礼团契伫个9月22日下主日，咱第二礼拜三伫个教会1楼举行明年度的动工选举，咱请咱的客友会当踊跃出席。具体相通的部分，咱请咱兄弟伫你每一日的灵修的时，会当为着这事来代祷，求上帝来保守、来顾守，特别是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咱来为因来守望。教界消息，咱10月初5日拜六上午9点到12点10分，咱台北中华传道部举行进阶中职训练会，咱请咱的中职，如果若会当的时阵，大家会当来报名，会当参与。如果咱的兄弟，你若对这方面有想要理解的，嘛会当来报名来参与。以上，大家咱来吟每遍诗，圣诗第402首。煞了，咱请咱牧师来为咱祝祷，请起立。恳求主你作我脚步，若无我甲家己来行，恳求你我带我，若是我的行动必是正，我愿意我将最坚定。
但愿爸、囝、圣神上帝伊的慈爱、甲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